你阿媽叫我哋屋企講啊，要星期幾啦，係你咩？錯掉我啲時間，我啲小標嚟㗎。的確啊，俾你睇。就為祝大家馬到功成，馬年行大運，水山年新氣象。下一站紅磡，乘客可以轉乘東鐵線。下一站紅磡，乘客可以換乘東鐵線。Next station 紅磡 Interchange Station for the East Rail Line。咁我下搭地盤先啦，你哋點樣搞掂啊？本班列車以紅磡為尾站，本班列車的終點站是紅磡。This train will stop service at 紅磡。車請留意，為配合路軌改道工程，本班車以紅磡為終點站，往烏溪沙嘅乘客請喺紅磡站落車到對面月台轉車。This train will stop service at 紅磡 because of track modification work. Passenger for station to the 烏溪沙should change to the train at the opposite platform in 紅磡。居民喺會上就展示數據，顯示失水問題喺特定嘅時間係特別嚴重，要求全面調查失水、氣水嘅問題，同埋釐清水管維修。沒有單車服，單車服，單車服會重置，所以環保會選擇一期重建，涉及氧排流同埋水仙樓大約800件。消息話房委會提出，居民要喺29年10月之前遷出，計劃安排佢哋搬去新美東村同埋土瓜灣道嘅